来看台湾头一届有医学中心被骇客攻击，这个月会查到上北市2间马街病院的急诊室500台电脑出问题，病历资料拢拍袂开。卫生福利部嘛请所谓发展部驻安署派专家协助处理，并无造成各自的外劳。病人挂喙暗进出，流感诺诺疫情滚价，马街病院急诊室平常时早起游玩时人满。不过最近煞互有心人士锁定门急诊电脑，互卡有软体大规模攻击。那入侵了以后呢，它主要是去攻击西槽的这个很多病人的个人资料。都会把它加密，他就发勒索信。这一次看起来有可能是从这个俄罗斯。根据了解，马街病院第1月初开早起，就遭受第一波攻击。同一时间有电脑收到卡邮邮件，同一时间佫表示要第2月11日下晡5点发动第2波攻击。马街病院发现系统无正常了后，马上启动治安紧急应变作业，佮通报卫福部治安联防平台。另外，司法部的治安署也派驻治安人员协助卫福部联防。台湾医院资讯安全的网络来公布这些病毒的特征，叫大家都更新一些进步的主动防御软体。那我们也协调厂商我们各医院呢也在监控，在我们的外部的这个网络上面有没有这些恶意程式活动的一个状况。卫福部强调，医学中心已经清除病毒，一切系统恢复正常运作。另外，也无民众各自外泄的情形，请民众放心。不过，这摆骇客是照病院相关小号密码的系统进一步延伸到门急诊500台电脑，主要范围有台北马街甲淡水马街急诊室。这是第一件医学中心遭受攻击，各界拢真重视。医院里头的作业系统的版本是比较旧的，可能包含像网段的部分，然后中间可能缺乏了一些，比如说适当的安全性的去做一个这个分段。针对这攻击事件，马街病院声明，医疗作业拢正常运作，各严厉谴责任何不法的代志。不过这摆医学中心出状况，各界也希望唔通阁发生，将守护民众的健康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